新园长的乌来社区，甲长辈用搬戏的方式来搬出着社区的故事，讲后个月就要登台表演，要甲上届在地故事搬互大家看。 社区是大人对老师的指示而搬戏，这是关中乡乌来社区为了将社区的文化和特色保留，传予大家。应用剧场的方式，替社区的故事记录落来。种土豆啦，拍土豆啦吼，迄落算苦来，就爱砍土豆、收土豆。 除了邀请台中168剧团的老师指导教戏，嘛收集社区时大人印象真深的故事，亲像种土豆、拍土豆，还有地方信仰和上特别的歌戏。我们很生活化的东西就把它演出来。最后他们这边的重要信仰就是那翁牙公，好，那都是他们提供出来的。社区剧场就是在彰显在地的东西。这摆用17课时间做演戏训练，阿公阿嬷为了这摆表演，留用的时间得招团。 做去练习，希望社区的故事会让继续流传落去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